運動會喺直播室有岑日飛、海林同埋馮天樂。係，大家好。咁同埋咧喺電話側邊咧有我哋嘅伍生。伍生你好，係我咧就覺得其實點解呢啲運動會咧，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好多，全世界咧其實佢都係以呢個地域嚟到分嘅咧。咁但係點解咧就唔會以行業去分搞多啲運動會啊，或者甚至呢啲運動你搞多啲係分齡嘅運動會啊？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最需要運動嘅人咧，其實往往係中年同老年，因為如果你俾佢多啲喐咧，佢病都少啲，個醫療開支都少啲啊嘛。咁但係咧，你睇翻香港咧，佢好多個運動設施咧，其實就好集中喺譬如學校附近啦，或者民居附近。但係咧，最需要活動嗰啲白領咧，咁啊嗰啲 office 啊、甲級商廈附近，其實你見到好少運動設施喎。或者如果你係高層嘅，咁你又可能有啲 health club 啊，咁你可以去喐一喐啦，或者你自己時間人都得。但係一般嘅人咧，其實佢都好難咧喺譬如工作入邊咁啊抽半個鐘頭去喐一喐。我覺得咧，其實如果可以鼓勵呢啲嘢咧，其實公司咧或者係啲機構咧都有利，因為呢啲其實好多研究都話噶嘛，啲人如果係中間喐一喐咧，根本上佢嗰個血液循環都好啲啦，佢個思考都好啲，因為而家好多嘢你唔係靠坐拉咁做啊，你要思想啊嘛。咁其實如果你俾啲員工咁樣，咁佢嗰個即係身體又好，嗰個工作效率又高，咁點解唔咁做咧？因為我哋好多體育設施咧就開喺唔近 office 㗎。咁啲人你想喐一喐或者沖個涼，即係沖完身都冇，即係其實好難，除非私人嗰啲啦，但係嗰啲費用都唔係話好平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，如果可以咁從呢個方法去提升下，諗多啲，唔係話淨係年青人嘅活動咧，咁咧可能對個社會個裨益咧仲大嚇。其實阿伍生嗰樣嘢可以考慮下，譬如頭先講起白領啊，你可以相得益彰嘅。你譬如話日本咧。而家唔知有冇啊？以前我知道呢個 Sony 啊，佢哋嗰啲做早操，唔係做早操啊，係整個健身室，整一啲叫做打 boxing 拳擊嘅。咁啊問題咧就嗰啲拳擊嗰啲打嗰啲對象咧，嚇晒你個老闆啊、上司嗰啲臉孔啊、名字喺度，咁你出氣。打，其實就將你啲不滿咧，就通過打拳咧，一方面嚟練身，一方面咧就將你平時工作嘅壓力咧都可以排解。其實一個好 idea 嚟喎，打咁對住個上司不停咁打，其實你唔係打上司，係打練身啊嘛，練拳啊嘛，係嘛？佢哋有啲咁嘅設施啊。我唔知道就係高管自己會唔會覺得會俾人哋做人把打係點樣樣，但係冇錯，唔係打你啊嘛，卸下啲戾氣啊，卸咗啲去，當個人舒服晒啊嘛，係嘛？你譬如好似而家無線電視搞啲咩中年好聲音啊，你可以搞一個叫老人運動項目，咁啊俾啲老人過咗60歲以上嘅人可以參加，咁亦都可以能夠鼓勵老人運動，甚至可以整下可唔可以喺全運會度搞個叫麻雀比賽，專俾老人參加嘅，打麻雀可以能夠醫治。呢個防止腦退化、認知障礙症啊嘛，咁呢啲係絕對都係一個好游乾水嘅養生嘅活動啊！咁呢啲都係一個麻雀都係一種運動嚟噶嘛，打麻雀。我覺得阿飛哥手腳並用啊嘛。阿飛哥同阿伍生嘅建議都好好，唔該晒伍生，我哋要同政府強力建議，多謝你。聽到㗎啦，我哋要即係舉辦呢個係咪啊？